午安，我哋約咗12點半喺大會堂登記結婚嘅。麻煩兩位出示你哋同埋2個見證人嘅香港身份證或者旅行證件同埋婚禮費用啦。你哋係咪打算用中文嚟到宣讀結婚誓詞㗎？係啊。咁2位見證人係聽得明同埋識得睇中文嘅係嘛？明嘅。嗱，呢度係1式2份嘅結婚證明書，你睇一睇上邊嘅個人資料同埋其他資料正唔正確啊？好。嗱，如果冇嘢要改嘅話咧，就麻煩你哋喺呢個確認欄上面簽署嚇，新郎喺呢一度，新娘喺呢一度。嗱，咁你哋嘅簽名咧需要同已結婚通知書上面嘅簽名一式一樣嘅嚇，唔該。嗱，喺你哋嘅婚禮舉行之前咧，你哋係需要根據婚姻條例嘅規定，喺我哋登記官見證底下咧簽署一份聲明書㗎。咁稍後咧，我哋嘅登記官會向2位解釋一下聲明書嘅內容。咁麻煩你哋等一陣啦。錢先生、甄小姐，午安。我首先同2位簡單解釋一下呢份聲明書嘅內容。你哋嘅婚禮雖然冇其他世俗或者宗教嘅儀式，但係你哋喺本人面前，按照婚姻條例嘅規定，表示以對方為配偶，你哋就結為合法夫妻。經以上嘅過程表示以對方為配偶之後，你哋因此而締結嘅婚姻，喺你倆共同在生之時，除非經過有效嘅司法判令，否則係不得解除嘅。喺呢段婚姻尚未解除之際，假如你哋其中一位喺對方在生時締結另一段婚姻，就係犯咗重婚罪，可能會被處以該罪行嘅刑罰。如果你哋清楚嘅話，請喺呢份聲明書上高簽名啦。錢先生、甄小姐，你可以利用呢段時間去影下相。輪到你哋嘅婚禮開始嗰陣，我哋會通知你嘅。婚禮完成之後，我哋就會將身份證還返俾你哋㗎啦。唔該。唔該晒。前景佳先生、甄向榮小姐請陪同親友進入2號禮堂。午安，錢先生、甄小姐，我係婚姻登記官助理，我而家簡單解釋一下婚禮嘅程序。登記官助理引領登記官進入結婚禮堂，新郎與新娘起立，而見證人就繼續就座。登記官會按照婚姻條例向結婚雙方致辭，新郎讀出結婚誓詞，新娘讀出結婚誓詞。登記官助理順序將結婚證書遞交俾男女雙方、見證人及登記官簽署。登記官將結婚證書交俾男女雙方。如婚禮係由婚姻監禮人主持，婚姻監禮人需要喺婚禮後7日內將結婚證書副本同埋雙方簽署嘅聲明書送交登記官。